好，这帮台铁朋友嘛，445车厝的火车昨暗弄到山区落落来的石头，地势败马意外。这粒石头就是伫个台九线苏花公路落落来的。这公路局是判断讲，大石头有可能就是先弄破防护的这个装置，再搁落入去到铁基路内底。交通部是表示讲，会请台铁来评估，敢要甲这个所在划入去警告系统。 台北普悠玛445处列车在1号早7点55分拖去和平站，事故路段伫6点抢通，代替调查。这个区间铁路边是台九线，那台九线边也就是山坡，虽然台九线甲铁路路线边拢设有更规则难阻挡，也毋过即摆路石量大，有实地路石拢还阻挡落伫路线。昨天晚上这一处是当时他们评估是边坡相对稳定哈，那它主要的边坡是在公路的边坡。 那掉下来以后，再弹到下面铁路了哈啊！如果是他们重新评估，需要来做告警系统，那交通部这边会全力来支持。交通部证实，这区过去伫代替评估中，并不是高风险路段，所以无伫目前已经设置的26个路石告警系统内，预计会办理更规则难加高登记落地高风险区域评估。 引进一些新的设备，然后无人机啊，或者是说边坡的这种测试的先进的仪器哦。目前的抢修看起来都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让铁路尽速的运输。那是否有去考量到说周遭有可能再有其他的这个2次灾害的发生的可能性？ 台铁产业工会讲，台铁虽然伫事故了后抢通速度紧，也毋过应该更加注意沿线的地质状况，加强巡轨作业，避免互员工甲旅客踮伫风险中。记者综合报道。